返嚟本澳，行政長官崔世安朝早會見新澳門學社成員，學社就民主政制同公屋問題表達意見。新澳門學社理事長周庭希話，同行政長官崔世安嘅會面過程中，表達咗對民主政制同埋公屋問題意見。學社引述政府話有新措施。咁佢亦都係暗示咗啦，將來會有一啲民主政制方面嘅變更係會推出嚟。咁我哋都提到咗公屋嘅問題。咁劉士怡司長咁亦都話，將來係會有啲有關公屋嘅政策，將來會推緊出嚟。咁我哋係觀望緊嘅。學社又向政府提出要改善社會福利制度。議員吳國昌就要求政府更換行政法務司司長。佢又引述崔世安話，已經對社保同埋中央公積金嘅注資分配有詳細方案，政府亦都聽到社會期望再次發放現金分享嘅聲音。澳門電視台記者陳永輝報導。